呀，各位聽眾哥仔，歡迎到嚟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覺得嚟講新嘅話題。會啊，你有時做乜個聽到我嘅聲咋？這禮拜我咪講話題，就是我唔知咗講我福建話，所以我咪請我嘅校長先生嚟教人者。咱咧拄咱嘅特別見面先，咱先拄校長先，校長。咱特麼你學我幾 idea 啦，等就是你咱到底 chat 嘅時候講，我是小調啊，特別我 feel 到講咧係特麼即係古靈精有講到，但部本是趣味本，所以咱係係忙咱家己做 content 嘅人吼，咱係係講，咱家己 discuss 看，咱家 relevant 嘛對嘅，咱等咱是 content creator 家己。講出來嘛，所以 OK，嗱個把你特別嘅咩事狀咧，阿達歡迎阿達，等陣我到底嚟叫佢講都別講物件，然後個有四百好聊啦 ，content creator 本啦，然後個有豆哥嘛，豆哥歡迎，大家好，豆哥 content 就是 create 各個嘅聲，冇豆哥，個咧，係啊個有玩嘅大粒人哦。tolong. reach 啲大嘅 content creator 就是古靈精，歡迎古靈精。Hello. 我用呢筆都學我一筆就知道咯。是？我更加好啲數。我唔敢。哎呀，我係哥啊，我係哥，梗係世界女車啊。你學我一本車講，你學我，你著我讀，知道嘅。我嘅 office 呢只多笑啊！呢隻 anyway， 感謝，嚟咱講咱嘅即個content creator，但係你講 suggest 看，你講 content creation， 你按照講，你講下龍聽看。我講下對對話龍咩？不要緊啊，你就佢叫我咩？龍是叫錢咯，成個咱講以前成個咱包物件內面有包物件內面有錢。有錢啊，對吧？所以我講做錢。actually 錢有意思。嗱，有，發超。OK， 哎呀唔對。嚟做錢。我唔知我冇想到這個 direction 啊 ，because 我是想就講，伊是做迄個 content 啊，我冇想到伊用 content 這個字，我細時我冇 content 咗，所以我想到是 action， 我唔是想到迄個 noun 咗。你是用下對，你想我先係咪想到講做 content 嘅，下面物件是 content 就是咱去翕嘅物件，咱去寫嘅物件，我覺得寫到真簡單，講一個，伊是一個 action 嚟，所以就翕寫人，我是想到喺呢個翕寫嘅人咯，翕了寫嘅人，我冇想到伊即個，特別有啲人唔是寫咗，我是想到個人講咧，個唔是翕喎。哦，係啦，是啦，有人是抄嘅嘛？冇，because 我是講到我是講係你 content 啊，是咱用目睭看到嘅物件，甲咱是用目睭看到嘅物件嚟嘛。所以咱看到嘅物件，你 either 是一個 image or video， 特別未看到咱咪是講content 嘛 ，audio 所以咱特別較看一步，所以 maybe 八刀嘅 format 個冇相嘅呢。有可能咱budget 到對來是咱嘅 media 規劃，所以咱嘅term特別較闊一步，所以 budget 是咱會講係咩物件 content creation 是咱計講 ，OK 做錢咯 ，content creation 就是做錢咯，做錢是做鹹，鹹是講話嚟嘅，鹹嘅派天啊，計派天嘢，鹹唔是講話嚟咩？講嘅是個面就會上簡單嚟喲。鹹唔是你成個講你有鹹無鹹，你有成有嘅咧，有鹹冇鹹嘅嘛？有鹹是有線都知啊。特別鹹唔是講話嚟咩？包嘅鹹啊！那邊有對，你都一講話啦，因為咱人福建話是叫做牙咯咗。嚇，做牙咪是做牙。慢講做牙一邊聽，做牙，邊做牙，做牙。你媽講話嚇，當今點做嚇？古靈啲咁咩是做牙啊？冇唔是做牙。係咪講嘅啊嘛？咪都做牙咯。做錢嘅意思是成個咱頭錢嘅錢啊？咁啊，我就錢啊，我想到是，一直講我就知種是係咪意思咧？錢特別按出寫啊，錢咪是攞絲話咯，人係啦攞你。
字。人啊哦，我人啊，一是個狼是一個腦人二啊，哦，OK 人 OK，二，哦人二，誒呢字個水喎，嗬，你呢個淡薄成個個有人到底邊樣喎？你係 design 佢哋 logo 嘅話，做咗這邊嘅咧，咁樣。啊，人佢做集電視機度對中呢啊，人 OK 做人。So content creation 是做人咯，那做人嘅人叫做人啊。冇啦，你咪講做人嘅啦，做人嘅。做人嘅，哦，做人誒，OK，人哋都叫做 create content 同 content creation 是叫做做人，然後 content creator 是做人嘅。特別做人咩使嘛？咱 play on words 嘛，做人，我是做人啊，你鼓掌。你明唔明？你明唔知啦？我做人啦，做 organize 嚟 event，依邊做做 content creator convention meet up 啊，就係 convention 上，嗰時嗰時冇人講。以前學嘅話講，而嚟就講，已經決定啦做人咧，大家人喺度面謝謝。嗰陣時做人大會，做咩俾晒叫冷咩？做人人咩使啦？做人人較明。我是做學伊處備面嘅人，鐵度當講人啫嘛，人嘅人咩使嘛？人面嘅人啊。誒，阿龍，我記我未รู้啦 ，sorry side track 就學緊話啫。哇，頂到時我聽只隻咧，哇，衰啊，我看到你嘅咧，我這裡哇，用360哦，啊，360了，伊真嘅嘛，當今，伊做啊，伊做錢，你當你做咗錢，特別我未รู้阿龍，我頂到時閒時聽人你政治人講話，人講啦為人民出力，為人民起來講話面，頂陣時我聽一個福建話你政治嘅物件，因就講我為人民嘅話是講冷冰啊，人兵嚇，冷冰是學啲是叫做誒啦。哦，哦，人你會成講冷冰門？人兵啊，人兵是福建話是，冷冰是人我民成嗰時人講唔掉咗，我就實時嚟講唔掉咗。特別後來咧，我發現到一個真係有意思嘅物件，就是迄個冰嘅時候，咪就呢就是咧明白嘅冰啦，明頂管一個頂管嗰個有挪外嘅草啊，唔知花草嘅草，花草啊，嚇花草草字頭挪外三瓦，係啦，即係明白嘅冰。明白嘅，我哋成日阿邊隻鬼啊，啊對，即係一條鬼，然後青草帽啊。對，當時攏去吹這個字出來啦，有這個字哦，係你一字叫做明啊，意思是咩？啊，意思你唔是讀蒙咩？你蒙嘅嘛？對，誒，我俾華語是蒙嘛？我知，所以我意思是講有一個安尼個字是迄個意思嘅。你意思是人民嘅意思 ？Yes，哦。但係學嘅話叫太明，我從來唔知。OK，誒，你我睇冇關事，我想講有時成日講用較普通嘅話去讀人民啊，而且叮當我是讀人民是較成日講好客嘅呢，我說未使講人民。南邊嘅奇怪，人民嘅普通。I mean， 我接落來是聽到人講啦，為人民出力係咪物件嘛？然後我聽到講咱甲人民嘅時，我聽人，明明我實講嘅時成日 literally 講人民，特別民是民咩？民唔是民咩？明白嘅明。我是明白嘅明喎，特別你哋是用人民嘅民，都唔是明白嘅明啊！阿咪，你講乜嘢？特別意思上一個意味咩？特別你讀人民嘅民，乜是讀做明啊？唔是民啊？係咪明？啊，這個民間嘅民啊，民可以人家講啊，人民嘅民
面哈餅乾啊，對餅乾咯嚇，對咯，餅乾。面面啷子多對多明咯，不過係 sensitive 啲，我正面啊明，路邊我哋叫女啊，我哋叫女餅啊啊，餅，我就是明啫，我就是聽嘅。面啊餅啊餅，明來明，餅啊餅，你等陣阿龍當時答咩咯？所以咱講他公民嘅民，鋼餅鋼餅咯，鋼餅。鋼餅迄個是包裝啊，鋼餅是學堂，鋼餅學堂嘛，樣叫嗬。有鋼餅學堂嘅嘛嗬，有嘛嗬。唔知公喎，民小學，公民小學，鋼餅小學。鋼餅個鋼餅本有嘅，鋼餅啲當中愛淡，特別一字是咩無相，一相字啊，冇上字上啦，這字啊喎，咁你上字你字，人民嘅民嘛。都自己學堂嘅。人民名是唔是邊？都是光明小學，嗰是公民小學。諾諾基學堂冇嘅，諾基學堂冇嘅。嘅我等滿有嘅啫。一一時 repeat 掉我講嘅。一 content creation 嘛，當劍，一做條錢，一做條錢當劍。而且諾嘅咧滿有嘅。特別一字，一時講無相意思。應該你 repeat 掉上次句話咯。特別我講聽，我等陣，OK，等陣學我 rephrase 啲 question。我是咪講當劍咱是唔是講條內裏無相字 ？I think 是 confirm。內裏冇相字，內裏冇相字。一諾你相個字啊？一個是冇相字，一個是鋼餅，成個講相啦。餅啦，餅甲餅是冇相字，我同你講嘅。當劍咱講光明哦，你是講光明是光明哦。講啊那冇寫明是光明嘅明是公民，公民跟光明無相嘅咋。屌，所以我就會講，你講到是光明小學嗰時，唔是光明小學嗰時公民光餅是愛淡公民嘅啦，愛淡嘅字景啦。啊對。光明小學喺度嚟啊，我就未記呢。光明小學是我在光華小學。特別咧，華語文談唔到就，人講明就是明白明，是隻字個嘅明。然後民呢 ，MIN 民，加是字面嘅面。對啦，你睇到好，對。哈，人問考我 B7 嘅人教人華語，OK？人是搭係你 N 加 NG 嘅，有啲人是冇關係嘅，你 N 加 NG 嘅。你是參起來，對。特別你是學照人，有時講一時講學壞啦，一時講學壞話啦。誒，這啲咯 ，Sarah，你使講？特別以後講學照壞咩？誒，我成個誒唔，以後講學照話是。你是唔走起啊，冇不要講啊。有講未有講？伊是以後講嘅咪刷個刷嘅唔要講嘛。特別伊人，你講你意思。 NG 咯。唔是 N 加 NG 就多邊嘅。嚟到真係，所以前邊攞 content creation 特大諗嘢做嘅，然後攞起來講前邊加講啊冷冰咩細，啊講緊係估嘅。誒，sampai belacan tu，我未記sampai belacan，sampai belacan 乜嚟啊？sampai belacan 特別嚟嘅同佢，sampai belacan 是 content creator 冇啦。easy。嚇 Hello， 你來未？聽到你未看到你喎？等陣我開。แล้วไปขอเอะว่า說明先啊 ，content creator ว่า是做好 brand 嘅，唔是ว่า自己嘅。有見你嘛？特別係細本啊。呢啲公司裏邊大家唔是做 content creation 咩？是嘛 ？Actually 你係細講 ，OK， 我感覺到啦，咱唔要見咱個啦 content creator 啦，細白咪就正講 content creator 啦，你 create content 就是叫做 content creator 對啊嘛。我那時候我嗰本是 content creator 嚟，是有冇人看嘅 ？post 就是 content 啊嘛。有 post 就是 content。特別你若無 post 咧，你就無 consider content creator 嚇。特別頭看人嘅咯。特別你會使 create content，特別你會使做人，特別你若是無放出去俾人看咧，你都唔是做人人。你就唔是做真人，特別你會使 create content 啊，所以講 create content 是一個 action 嘅嘛。特別你 consider 你是 content creator 咧，你就被 publish 就被 share 出去給人，對唔對 ？public 啦，贊成我，贊成人教我，贊成人舉手。來看下嚇 ，OK， 贊成。所以人到處特別你到處做物件，你就被 somehow
你成講幫曬未可冇 consider content creation 啊？你特別成個講翕 video 啊，翕相特別你冇 share 人看，係你本是 content creation，你有做人，是講你冇 share 你人嘅。有人，若是做人人咧，就是會 share 你 content 出去嘅。所以，若是一面講，就是你個嘅 content 啊，你 content 做可能報成個什麼標準咧？本是 consider content creator， 但是 content creator 本身自己做做人人自己幫出去物件呢，就是人講嘅樣時做這啊，那是有人對你就變做成 content creator， 做咩啊？記咩 KOL 啊 influencer， 有影響嘅啦，有影響者，影響者對，影響者。Tapi content creation 冇上 platform 是冇上帶嘅嘛，對唔對？對，你冇上會幫嘅咯，有人超過帶，有人超過8點3 Michelle Yeoh 呢？atau AI ตัว嘅別出邊講人嘅 gossip 不是 content creator 嘛？我係你唔是 content creator 嚟，你是有時 content receiver。但是一落起來咧，就是 content creator 啊。content but 伊家己本咧嘛是 content creator 啦，對唔對 ？distribution 嘅嘛？我意思，我你 Andy 覺得伊唔是 content creator 啦 ，Andy 就是 platform 嚟嘅。伊是得啊，伊無 create， 伊是 spread 呢，樣都是 platform 嚟。你咪係啊，即係你特別辦 content，後你特別去 drop， 特別學女學人嘅人去嗰度 spread 嘅咋，樣是 distributor 啊。樣是 publisher 嚟。有成日講下你正出名啊，你Andy啊，中國嘢啊，一唱下你 K-pop 嘅歌，係咪嘅了嘅啊 ，in E style 嘅啊，有一個正出名嘅啊。in E style 係咩意思？都知有一個你Andy哦，一個 TikTok，一個抖音啊，超怪喎，我知有一個 rap 嘅，誒中國。哦，你係咩啊？啊，卡塔面嘅我時候對唔是 rap， 我時候對是叫做 Andy 嚟。叫做 Andy 點樣唱？係你in English 嘅歌，英文。Michael Jackson 嘅歌。哦，有少少啲巴裏邊見啊。對，呢隻叫有。你家做咩啊？要唱我哋 Blackpink 嘅歌嘅。你地頭望咧，特別情就係 dress 嘅啫。冇一無做笑嘅，一無講笑嘅。一隻正經嘅，見落呢。啊，對，一無做笑嘅。你是唱，一隻 serious 嘅唱我哋歌。啊，你以前個個隻鄧冷 style 嚟唱，成個鄧傻 style 咧。對。但我咪想話最 popular 嘅阿莫歌，但係叫咩 ？popular 阿莫歌，一百超過。唱成個你Gaga。我就係 Michael Jackson 嚟唱過 Billie Jean。呢個唱咧，呢個唱 Taylor Swift 嘛，成個唱係 Love Story 啊。哦，我對。啊 ，OK， 等陣我個試手機啊，試手機到 YouTube 嘅試手機講 ，I am content creator operator. I ask AI to create content for me。對，係本啊。所以咪 because 當然就係咪用 AI 去？你看冇 B B 娃娃，肯定都來時都冇看。大姐，你做嘢咧，借餅啦，咩物件？哎呦，幫頭。B B 娃娃當然伊成話嚟邊是冇一條正聲嚟㗎，伊是冇一條是 authentic genuine 嘅聲，就冇一條咯就 zero 就。我 comment 回個我當見我唔睇到就寫係正。Hello，來啊，該等咩？你該等咩？B B 娃娃該等咩咯？很講很教啊 ！Oh my god！B B 娃娃都等咩？誒，講到等咩？阿龍恭喜發財，等咩隻鬧鬧 ，OK？ 等咩隻鬧鬧？3個月，我講我頭先時講都冇來時，我講你講啊是正季節，是講啷3個月時叫當中嚟看看，我係貴，我係成貴40幾歲啊嚇，16歲啊，17歲啊，了。喂 ，because 是講你未貴16嘛，所以你貴你究竟搞17咧，就明顯應該是貴啦，一罐啦，對。so 耶！所以我諗講，你一個冇嚟喎，好混攞滯喎，你係咪 suspect 啫喎？被報埋嚟啊！被報埋嚟，成間南西看到機啊，佢報埋嚟。再準備，咁樣 gather 白劍咩？喲，買得水！哎喲，然後佢就拍到我都攰車。
แล้วโอเค我管6點鐘時間係行人嗰度。你大啊，你成區大啊，都唔知呢。等陣人睇，當晚人講哦，對，你講啊嚇，頂嘅時候我好像我 test 嚟，我到底我係即 streaming software 時我 test 到底 YouTube 會唱歌嘛，แล้วcontent creation 咯，我哋 YouTube 會唱歌咯，แล้ว時候對面做錢，แล้ว我咪是個底做錢，當面唱歌咧是我係當然我係 software 會做 test 掉 beta， 伊會做 YouTube 咪是。拍壞咯，แล้วอีติดมันเองจ้ะ so อีติดนี้ว่าตัวอยาก去做事哦，อีติดreach จะ大咗哦 ，live content 超怪，特別อี comment กันแล้ว Jackie Chan กันแล้วจะรู้ยู Jackie Chan แล้ว講รู้ AI 講ว่า是 AI 好笑，特別等陣。阿龍啊，點你麥克風成個有電嘅聲啊？呢？當然冇啊，有啊，唔錯啊。可能是錄 earphone 嘅時候。特別差冇事啊。因為後邊，I think 你揸少啲 computer 係唔係？喂，對咯。Because 我係這裡做 content creator 啦，我係你叫咩啊？貓到 caster 啊，鬧嗰陣。你特別哇，我介紹你先。伊because伊冇揸少話，你學一隻都冇電呢。我都揸少啲貓到 caster。already 六年咯。特別好聊本用我哋答了，我感覺到。6年啊！我哋你特別買先呢 mixer 啦，你去吹。你那是講用上嘅，咱個用 troubleshoot 啦。你吹 Rodecaster Duo。Rodecaster Duo OK， 我可以吹。當今個會做 video 啊，龍。那是你買另外一隻。Anyway OK， 來講下，咱每張嘅，咱嘅古靈之性，你做啥物人？我做廚人。做廚人咯，會使聽我嘅一堆意思有講過較 detail 啦。特別我要講下你做安款做人啊，你感覺到安款嘅成安怎？你講下啦，我唔是 professional 做人，我感覺你是 professional，那面是靠做人賺錢嘅 professionally， 所以伊有蝦米無相呢 ？pressure 話咩喎？ pressure 是也借應該車人嘛，แล้ว未停咯，冇太穿嘅咯，就是你家己成年啦就對啦。แล้วก็一個就是ลูกค้ามี content เป็นเขาเป็น做工去，冇講就ทัน enjoy ความมี documentary 啥มี嘅เป็น好啦。你就是小掉領到對你講，種嘅啊，就是他你就是我係 relax 咯，唔去想嘅，做 reference 嘅。特別你會工佢嗰度做 research 係咪？對，愛做 research 啊，愛看真係無相嘅articles 啊，當佢冇做 magazine 嘛，so magazine content 佢無相啊，另外。magazine content 咪是做緊嗬？是哦，呢是另外一個新嘅 experience 咯，加做 video content 無相咯，好咯。你做人嘅時特別，你按照 plan 嘅裏面嘅，成個你幾時 start 你幾時 start prepare 你 content 你 research 方面教你 publish process。講 video 嘅先啦，個應啦 ，video 嘅個就是 plan 一年嘅，我是個就是講成個當今4月就係去 Europe 翕啊，你 Europe 咁啊就係佢俾佢講話。你是做嘅啦，即係呢。แล้ว4個月去 Europe ว่า就去個4個禮拜翕個美年咯 Europe 嘅。แล้ว7個月是做 Australia 嘅 content 咯。แล้ว9個月是 Asia 個 focus 個 Asia 成個 Japan 啊 Singapore 嘅 content 嗰咯。so plan 幾年啦，แล้วปู่講因為你做 YouTube 愛講攤類，ปู่講也。我講係
是哦，有時人就係講人講做 because 你 especially 你 content 你 subscriber 濟人，哇，這賺大類嘅幾 million， 你 subscriber 幾 million？ 3.2 嗬，3.2 million。因為有兩種講法嘅嘛，有人講我賺700,000，但 actually 你賺700,000嗬 ，Google 嘅40個千嘅嘛，你賺個10個千嘅嘛，所以你係講無相嘅話對唔對？所以聽話嘅這類，特別 actually 你嘅個10個千嘅呢。係。值啊！唔知我就講懷疑咯，都唔知嘅。直頭冇攤到依家好咯。咱當然第 N 你係個贏，第 N 啊，第 N 掉佢嗱 call 得佢。特別你嘅類成個個就四百好了，四百好了，你是嘅YouTube 嘅，是 Facebook 嘅，是你哪裡有？我古早是 YouTube 嘅，แล้ว after that。你唔知 account 條 hack 嘅什麼嗬？唔是，我係條 hack account 是 Facebook。哦。我 Facebook 條 hack，so 我係 YouTube last time 嘅是我有做嘅，我拍壞做嘅，我係佢 video 咯。then 要正長嘅嘛，正囉嗦啦。แล้วบรรลุซีเนสไตล์ก็แล้วดูมีไอขวา咧。so ยังไอเต้，so 我係 YouTube 冇呢 active 啊。last time 嘅是我個有 get paid from YouTube 咯。after that 咧就นายนาเจียวแล้วปัจจุบัน reels ก็ทันก็เจอ reels ก็จะเลยInsta เป็นก็เจอหลังไอควา so from there onwards monetization from Facebook 起啊咯ปัจจุบัน so Facebook ขอลูกเจ็บบุญมาเหรอ compare กับ YouTube 未講正濟，未講正濟，把一邊嘅啦，算下話路嘅話，我ทัน邊我古早 YouTube 個濟淡薄咯。我唔知我咪睇女過，YouTube 隻線咧 YouTube，唔是 YouTube，actually YouTube 嗰部咧線嘅話，對我嚟講啦，我睇唔見線咯，線咧是Facebook，你話冇咩曉 Facebook 數 ，Facebook 我條 Facebook 係借攞呢，你條好累啊嚇，依家你嘅 follow 個 page 個看到呀，所以我當今我 post 面嘅，我冇咪 post 到 Facebook 嘅一半多。Facebook 嗬，你 content 啊，有快，按照講啊，伊樣加減會掠到你寫咋。所以 for instance，if let's say 講啊，你嘅迄個 content 嗬是講 about 個 commercialize 啊，你愛做個上個 say for instance 啊，人俾你嘅啦，都介紹嘅啦，個你家己 willing to 去 expose 啊，去介紹嘅啊，樣會知喎。我所以想講，你是人 sponsor 你嘅 post， 伊就無 sponsor 你 post 嗬，你學見到無半行，無攤你無半行，咪是無 promote。我話當今 Facebook 呀，我看 live stream 啊，人當有21人看啦嚇，6個人到啲 Facebook 有10個人到啲 YouTube， 所以我對 focus YouTube 嘅啫啊，當然。我感覺 Facebook 近科時，你做 content creation，looking Facebook platform 啦，platform flag 你嘅時候，你冇 support 嘅。有時講成 accuse 你講你用 music copyright 嗬，你係去 claim 嘅時啊，伊真正古嘅，係了伊 approve 到伊冇興趣咋，伊冇興趣嘅，係咩嘅興趣？成個你10個人看你嘅時，你條 flag 嘛，你條 flag 係你時間可能700,000人看。係啦，以後對你講會使了嗬，可能是700,000。係啦，你出嚟一欠你嘅 view，一冇啦。OK，所以欠你嘅 basically。我今日對呢事，我能地結是咩會咯？因為早時我時候講嗰啲 platform 半愛用嘛，嗰陣時我做 Facebook 之年我就冇去管嘅，當佢 upload 冇去管，伊有冇管嘅。我satu balik，我特登掉迄個 content 嘅迄個 copyright 嗬，是多 YouTube 嚇 YouTube 掉嘅我 background music 就掉㗎，sampai 我起紅啊嗬，แล้ว我 forget about it แล้ว我轉去 Facebook 咯 ，Facebook 個本嚟掉。特別 Facebook 講當然 AI 嘅響咯，唔是啊。特別 YouTube 是錄用是伊人家己 music，嘅是錄用別人 music。我是用迄個即個人嘅 CapCut 嘅 music 嘅。
哈你是因為 CapCut 裏邊有是無包。有 certain 嘅嗬，伊會條 flag 嘅，有 certain 伊有條 flag，but for Facebook 伊條 flag 嘅機會較少咯，so 我前面是你個報呢啦，你唔是講成個 already 有成個買伊嘅賓館。賓館啊，無俾賓館，因為伊上濟啊，咱嘅我唔知我嘅 content 是我感覺到多一個 video 較適合按照款嘅 music， 我都用係 background music 咯。哦，嚇，我冇一個 CC 嘅 music 啊。特別你咪是特別有特別當一隻 service 你使 subscribe 了，伊學你特別你安怎用？若是講你 edit 啲 CapCut 係你安怎用？特別你 maybe 是有幾個是 CapCut 伊會滴嘅，伊寫 commercialize approve 嘅哦，你都會使用，你都使用啊。特別你會使學 CapCut 講，我會用較吹較濟 music 啦，學用 extra 類啊，用學你版你音樂嘅版權可以啷個？無安尼款嘅成事。我不未曉，真是無呢款嘅，伊是有 supervise。CapCut 是係你諗下 Facebook 嘅 product 係嗬？唔是。哦 TikTok。啊 TikTok 嘅 TikTok 對。CapCut 是中國嘅嘛？中國嘅，抖音嘅。特別人講無好一步是，伊講明伊要交你物件嚟用喺度。哦，所以你做嘅物件一樣會使交。就是講你做嘅物件，嗬，伊會使交嚟用嘅。because 講你就 register 到咗錄音啊嘛。哦。我即係講是 Instagram 是伊 music 本身用嘅嘛，係咧有時人 license 家己 artist license expire 啦嗬，你 Instagram 嘅 music 冇嘅咋？變咗坑氣，video 呢？坑氣呢 visual。對對，我就是幫 Facebook 本上嘅，我做 real 出嚟啊，幫 Facebook 咧，伊講你 music 未使用嘅。一直到because 樣成日看嘛，你做你音樂嘅人，你寫歌嘅人，樣學樣類嘛。所以伊個 contract 那是甲 TikTok 講啊，就是 Facebook 講OK，我 contract 是兩年了咧，你伊兩年了啊，樣買 renew 嚟講，伊咪是跳出來，伊唔使用嘅咯，樣嘅 contract 先好嘛。個一個物件我甲人講就是講啊 ，Facebook 嘅一部好是咩事嘅 ？Let's say 講你有 voice 啊，啊是voice over 啊，是咩物件 on 類 video 啦，even 都有 background music 啊，一般好多貴。意思是講，但係所以我做咩事我特登我 video 我愛講話到內邊嗬，你我 background music 本好啊，我未着 copyright。哦，特別我是頭冇講話嗰啲我喺度解啊。特別 technically 你唔使用 ，I mean legally 啦，Malaysia legal 嘅安怎係人是另外嘅事。特別你是未使，你是未使，你是成日講當時吹到冇阿會浪看，食就係慣得佢啦，你。對。誒，Vivi 媽媽你第一位，Vivi 媽媽安怎你？我頭先看到伊啊，我手伊頭毛就一個無啲。Vivi 媽媽，頭毛翻去。Vivi 媽媽，你嚟講啫。講咩？嗱content creator 嘛，你是你安怎 describe 你家己 content creator 做咩事？安怎你邊嚟講？頭個聽。哦，頭只聽唔到。哦，誒，你後尾 background 是咩？伊喺學台灣嗬？冇啦 ，Apple。哦。OK，按照 OK，你講content creator 啊，你頭毛上搞我抓啦。唔是，冇，我頭先走路，我真就冇影嚇，個穿裡面衫。少特別穿裡面衫嘛。你 OK，所以我哋講條 content creator 啦，人做人啦，人講。做人，你做嘅人係咩？講下。你我嗰邊嘅視頻好了想嘅嘛？แล้วอีสิว่า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係啦，อีสิว่า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嚟嘛？所以冇想啊，咱嘅迄個 level 冇想啊，意思。冇啊，我是安尼款咯，就是你是打升級嘅啊？冇啦，我頭前下面嘅，因為我目癢是真正笨蛋了。OK， 所以我是用嗰啲 AI 嚟教了嘅，我冇家己講，我冇面嘅了，我冇去做了嘅。有影響到你人成人看 feel 就冇想啊，什麼也是都 OK 啊。嗱是講你嚟看成日講目癢嗬，我係 trend 啦，到我係 page 啦嗬，伊是嚇人嘅物件，伊就行甲真正咩咯。哦。
when 我 post 邊領嘅物件咧，嗬，伊就冇 respond 了。所以我當今只我成日講我去學嘢嘅時候，嗬，我就翕只字咯，翕咧，嗬，翕只字 content 咧，我咁慢 post 喺啲咩 platform？Facebook， 我唔รู้是用 Facebook。Because YouTube 嗬，YouTube 嗬，唔รู้伊嘅要求真正懸嘅。你成日講你做 short， 你 short 啊，嗬，你愛要借million嘅 view， 梗會使嘛，梗會使 monetize 嘛，所以我感覺就講上坎坷啦。Facebook 較 OK，and then Facebook 嗬，唔รู้伊是 photo 本嚟使賺類，寫字本嚟使賺類，然後 post video 本嚟使賺類 ，then OK 啦，成日講我 post 小影哦 ，sometimes 啊，一張 infographic 啦，我用 AI 做出嚟 infographic 哦，伊會使賺20-30塊嘅 US dollar 喎 ，then OK 嘛，一張小影咧，所以我 feel 到講 Facebook 較用賺類啊，明講啦 ，but 我 content creator 啊，咪是做 podcasting 咯，แล้ว做咗 podcast 咪做之類咯 ，podcast。Tapi lu tinggal sisa, lu sebab food review 是lu after 做這個 podcast 個做呀。嚇對，所以我本地係時做咩 podcast 咯，成做 podcast 嘛。我成 from 阿 John 那邊學起嘅嘛，做 podcast。哦，意思我係學地來啊，意思我係師傅來嘛，所以伊教我咗做啊嗬，แล้ว OK 咯，แล้ว咪對調，แล้ว做แล้ว嘛講人是希望講我講幾個數，所以我咪 start 講幾個數，แล้ว and then 本是 because of 有邊啲學見嘅人支持啦，像南西啊，冇冇。唔是冇毛病啊，毛毛菇啊，哎，咁毛毛菇叫佢嚟喎，一個特別部，一個部嚟毛毛。แล้ว因為我係是講 Cantonese 嘛，嗰陣時，所以 Cantonese 是本是伊人講咯，係講咯，แล้ว係咪 Cantonese 本是人講係咩意思？不，伊人本嚟講 Cantonese， 伊人係講福建話啦，嗬，แล้ว伊人佢係轉去 Cantonese， 所以伊人講 Cantonese， 伊人講到對伊人係幾個數咯，but聽起來就真新嘅。你唔使去咁嘅香港啊，什麼啊？到咗日本咪係咯幾個數呀 ？Because 嗰陣時嗬，香港咧個真正流行係咧 internet radio 啊，你講啲物件咯。So that's why 伊人有聽到講誒外國想伊人愛吹啊，你講啲 content 嗬，伊人吹無嘛，成日講伊人有一間放掉。你 podcast 嗰啲電台會放，冇以 internet 嘅 internet radio 啦。但伊人是件是 internet radio 嗬，伊人是 live 嘅，所以伊本是用到對你 content， 你本是 pre record 了嘅，特別呢嗬，伊是安尼款 stream 咯，伊人 stream 咯。即係你知唔知？我做咩事 start 邊啲學件事？我本是我香港嘅 live radio 影響到嘅。哦，是啊，我個 start podcast。哦。定當時有一個攞嚟記者唔知自己香港嘅 station 唔知叫咩 live 也是個 live 嘅，依個 content creator 依個 host 嘅是幾啊隻 station，gay station，我唔知喎 ，gay station 係我叫做，我係記得當年上嘅時候對，都係未出事嗰時，你係你我聽嗰時，原來我接落來本就係個 radio 嘅。我細漢特擺我就去學堂嗰時，對嚟我就是聽咧教育電台啊，然後無時我你哋學生你哋學生是阿妹聽幾個數禮拜阿妹是條我對我講聽幾個數，所以我就是個 radio 或者 audio production 咧，然後做嗰時到 start 我聽咧香港嘅 station 嗰時，我到 start 了我陣我成個好似去過本啊，我未見咗啦，然後我想講或者我係做podcast 出嘅時候，我講哎呀，我係做，所以我咪是 start 做，可能係時我個 start 做是聽香港嘅 live radio 做起嘅。OK，所以 that's why 咪參加咧，嗬，แล้ว
แล้วก็อาจารย์有直接 update ว่า technical 嘅物件啦 sometimes 就是未曉嘛每意咯你看咯แล้ว做แล้ว就做幾個數咯做咗幾個數咪攤獎咯對攤攞年連續攞年嘛แล้ว攞年攤獎แล้ว嘛無用咪รู้嘛是安尼เนี่ย咪รู้อีหลัง有個人叫講啊無你講到對幾個數比我 feel 就講唔係我感覺就講一磁場啊真係無好嘅哦你磁場真好。你講數嘛，你想講白行嘅，因為你明白比如話你學我嘅感覺是，你聲好聽咋。哇！冇人聽咧會困嘅，聽咧困。你咪講可是可能困咯。催眠咧人困了嘅嚇。你講伊聲好聽是講功夫，講上嘅物件本唔曬。嚇？日本戰勝。講上嘅物件。古靈精。我計個表嘛是計講嘛。咁嗰啲就是計聽聲。podcast 就拍聲嗰度，前頭拍聲。哦。等我上個愛做 TikTok live 咯。你俾佢做個性咯。攏是要看你做 live。你做 TikTok live 啊？我嚟參與。係啦 ，TikTok live 啦，叫人上整車啊，佢 sticker 啊，咧就攤鐳啊嘛。Locket。sticker 嚇 ，locket 啊 ，TikTok live，我感覺條 TikTok live 你會使做，特別我感覺條你本做 YouTube 本啊。TikTok live 嗬，嗰時冇想嘅一個環境啊，就伊迄個是愛人學類嘅，愛人買 sticker 啊，咩嚟款嘅，然後你都冇廣告攤，即係特別迄個就較閒咯，你有影是愛有隻 talent 啊，得啦，你使買物件，係啦，買物件啦，我嘅脾氣成個香港人，你講我冇個人買一物件喎，買一咧，我起哄你。即係最啊，日本啊，伊唔是做 TikTok live 啊，你有啲插花呢啊，啲插花噶，是咩？幾情況，係嘛？哦，應該情況，是咩？你係愛講話嘛？我係愛講話。特別呢，我是感覺就講，把路呢嗬，安尼款做是真正 comfortable 舒服啦，就是講。用 AI 嚟教，然後有愛寫淡薄物件咯，所以我寫了，成日講 ，OK， 我寫嘅物件我感覺咪，我寫啲，然後我就交予 AI 咯，所以 AI 去 generate 咯 ，generate 伊個 script 咯。你 AI 名 group 或者咩？冇，我用 ChatGPT 啊。哦，你學類啊 ChatGPT？冇啦，冇我學類嘅是 Gemini 啦。哦，即係 Gemini content 變起來咧，安怎 ？Gemini 嘅 content 比起來咧，嗬是較好 ，and then 伊嘅華語啊，伊華語嗬，伊會 capture 到人 Malaysia 嘅 style。哦 ，ChatGPT 較差淡薄，伊 ChatGPT 伊會較中國 ，so Gemini maybe 是 Google 啊，全世界咁了有。佢講 Google。伊個 database 啊，真 strong 嘛，所以伊會成日講，你講寫 Malaysia style 嘅一個華語嗬，伊會出來較唔係是較 Malaysia style。伊聲就是講伊讀出來先。係講伊用嘅字咯，伊用嘅字咯。成日講 OK，你看中國人嗬，中國人嗬成日講物件好食啦，伊講啊好吃啦嗬，伊講。伊人用穩的哦，這個東西很穩啦，哦 stable， stable，特別吼，人有安尼款講誒，人無安尼款講誒嘛，馬來西亞人有講很穩誒，對，就是講樣嘅 slang 啦，意思對中國嘅 slang，然後 so 我用 Gemini，and then 嗰隻物件就是 Gemini generate graphic 真正 strong， 哦，真正 strong，然後較水，然後當今伊當人字本好嗬，若是講你用 Pro 嘅，你會用何類嘅嗬？伊真正 accurate 嘅，伊賣出來一大段嘅了，錯嘅字嘅了嘅，伊出來真 accurate。所以我用咯，我用。接落來，接落來做人錢啊，嗰啲是啲硬講笑拍呢，會做人是做人錢，做人啊，做人。
我同你講，做人只是你罵 ，OK？ 細佬。特別我同你講啦，你用 AI 嚟做，若是講你是用假物件，成日講有誒做，成日講 prank 啊，咪特別伊是假啊，然後成日講做佢哋 hidden cam 啊，翕到誒。即物件是假嘛，所以你嗬，你看久了你會跣嘅。你如果特登你做你這咩啊？你好咪咪嚕？你看伊告訴無相嘛？佢是用抖音嘅嘛？特別你跟住我咪抖音。你做嚟做咩嚇？你做成講你去即幫炮啊，係咪咪㗎？你是做小咩電視定嘅？冇，伊是 TikTok 嘅 template 嚟。了，做咩事你 feel 到？哎呀，我未做，我未報起來。冇啊，特人就是，人講做了報起來嘛。我是 trend 嘅，可能啦，對的人。係啦，我問梅話講，誒，這微微娃娃啊，啊，你報出嚟唔三時物件，三物件啦。冇明白，伊集伊在 AI，OK？ 我嘛只正嘅，伊用時看咧啊，伊就是個一代咧伊 retirement home 後。你看，伊 YouTube 樣放 YouTube 嗰時樣放咧，成個咧啊，我嘛就暑假看滑車好咋，滑車成個 parade 然後滑車，伊講我看者啊，這都是假嘅，講我看伊人較像嘅個了，特別個做一隻水喎，後尾個無可能，後尾個放炮呢，就頭前個水，個 elephant 個橋咪，你去問伊咧。我白啊，我白判啊。特別有咧白，有咧伊看迄個有咧只 obvious。有咧當今你看冇咩知有咧講得冇咩知。有誒，而家冇咩知。微微娃娃白判咯，唔知真嘅是假。特別你看伊借你流河啊，你就係講是誒。冇啦，係你是叫嚟佚佗，成日講有一個 template 啦，成日講人用 Snap， 你人用美國用 Snapchat 啊，你講那就是用伊 filter 啊，咩你講佚佗呢咯，แล้ว特別是講正我做嘅 content 呢，唔รู้嘅呢個แล้ว是用 AI 呢，所以你是用 AI 嚟鬥卡手嚇，你 content 是正嘅，特別你是用 AI 嚟鬥卡手你做。特別我感覺到安尼款用 AI 都阿面這是一辦法，我感覺我唔知啦，老頭腦時候感覺較好。伊會看咩出來咯，伊物件啦，所以你愛家己講本會使本，是講伊家你 edit 好時啊，所以伊經 sometimes 就是伊真正 accurate 經到佢哋第水嘅 shot。嚇，安尼款，所以你嘛會使看伊規個伊加出來嘅物件，啱無啱咧，你家己 adjust 啊。sometimes 無啱嘅，你家己 still 特別 adjust 嘅，成日講有當時人愛嘅物件吼，伊無出來，伊無加出來，所以你家己去 adjust 啊。所以安尼款寫你點寫咯？你請你做工人就對我啦，你成日我成日講一個 video around 10分鐘就出來啊嘛。有10分鐘裏邊就出來。就叮當你邊個叮當都冇用 AI 做你阿三嘅事。係喲，嘛貴，你譬如講下，你有集嚟 video 啲嘅了啊，你是唔是特別嘅了？佢 import 入嚟咧慢慢驚。你話如何是集嚟 video 掂學 AI 咧，伊 already 加出嚟咧喎。伊 select 佢水嘅 shot 落嚟喎，是唔是咁？你用係咪嘅做嘅啫？你喺 CapCut 啊，剪影啊，冇啊，剪影呢，我用一個 app 呢。我用一個 app，แล้วสัมไปบรรลุ AI 嘅 video，成日講係咪 bad 啊？成日 today 我 event 嗬，我個แล้ว是用 AI 做嘅 video。อันนี้看咯。剪影就是寫 script แล้ว剪影係咪你講？剪影 CapCut， 剪影就是 CapCut 啦。用講嘅 CapCut 咯嚇。用國嘅，我諗正冇啊頂。CapCut 使用嘅，我本錄用。仲有抖音是 TikTok 咯。特別是 separate app 啊，有咩教 US 嘛？separate。我 feel 到講馬來西亞就係講咱檳城啦，嗬，上冇咱上。尤其是 food 嘅嗬，上濟 content creator 了。
saturated 真正濟小濟，你兩安怎 compete 嚇？人講喏，好像拍過，即個喏，即四百好了，四百好了，比我較硬嘛，比我較硬嘛，哎呦，人睇咗只酒店嘅 review 啦。喂，伊無點聲，這個是愛算嘅，這是家己無趁了，愛去算人啊，家己無趁了去算。古靈精，你咪講咩古靈精？冇，成個人做食嘅嗬，成個 food vlogger 你講你啊，你人是就係講成個人做 consider 是 travel 嘛，成個今年是visit Malaysia 嘅嘛。So YouTube 嘅 algorithm 嘛，佢嘅 CPM 較高嘅嘛，所以 depends 成個人做 food 嘅。你意思是講 ？Yeah，你做 food 嘅嗬，let's say CPM 是一百毛 ，click per mil 是人學你廣告，YouTube 學你廣告類啊。click per 咩？mil MILLE like 1,000 click 啦，like 1000人 click 你，可能伊學你10塊。1000人 click 是好多10塊。Malaysia 1000人 click 大概是1塊到2塊，你講你 USD 嘅可能。USD。所以我是講成個你做 food vlogger 嗬，到 Malaysia 成個是 Tier 2，伊類冇講嘢關，但係 visit Malaysia 嘢啊，當今 Google 係你 promote。4 star above 嘅 hotel， 你做4 star above 嘅嗬，你記下你大概是10個塊，1000人塊，你記10個塊。嗱，即係四百好了，慢慢去 promote。冇啦，咱講福建話嘅，我正坎坷，而家條 international 嘅係 recognition 嘅。對，你 CPM 就真嘅。你做 English 嘅，你咪是做 English 啊？你係 English，你 last time 咪是你做 English。你係攞嘛？依一條路，你做 English 去啊，嗬，等你 lose 你好了嘅人嚇，你嚇你 viewer 嗰啲走 4 good eat 哦，個你而家位度做嘅就係新加坡、加台灣、加香港，伊人 CPM 是真高嘅，所以你會做是你加新加坡嘅influencers collaborate，係啦，你去嘅伊嘅 view， Singaporean 嘅 views。OK，伊是 pro and cons 嘅就，你看啊 ，if let's say 講你 focus on YouTube 嘅話啦，你會見到payment CPM 啊，你看啲物件 from YouTube 咯 ，but 人嘅這邊嘅 restaurant 啊，這邊嘅係個 owner 啊，伊嘅 shop 嘅 owner 嗰啲啊，伊樣無愛看 YouTube 嘅，所以啊，伊樣未俾你就 for the content，you know，所以你會減一個 income 去咯。所以意思是講，你成去做要去翕嗰陣時。伊人，所以人要請你去翕啦，啥物事？伊學你類去甲伊翕嘅 content， 特別伊賣你做到啲 YouTube 嘅。無伊無 preference 你 on。伊要做啥物啊？Usually 就Facebook、Instagram or TikTok。馬路本是較後生呢，就是愛小紅書哦。小紅書 yes。OK。我是講for longevity 你愛你嘅係你 content 你落去較長啦。假使你幫你 focus on Facebook 呢，嗬，假使 TikTok 嗬，你行袂久嘅。你就掉幾節嗬，明年假使後年。伊人你話伊嘅 focus 嘅 company focus 你變做你然後你想 call 掉伊嘅 platform 你是講。呀，掉本係了，我人就嚟住樓啊嘛。係了，係你較後生，伊人無看 Facebook 嘅。所以你係吹是你是講啥白島啦 ？maybe 就退休啊，真好看白島樓啊。冇講白島啊，人家快呢，真多呢，你 view 就多啊，多 Facebook 啊。我講做 consultant 呢，consultant。特別你感覺到你 next phase 人裝會聽下你 as 即係做人嘅人講下你感覺到成講蝦米物件甲會。continue 你接落去成日講，當然人哋 Facebook 嘅 audience 較老嘛，特別當今興啦。你會使你感覺到 the next one 係咩？你對 YouTube 啊？你講你感覺到 YouTube 較有係咩？Actually 我是 from YouTube 跳出來。我 last time 你係跳出去到對嘢唔要緊。是啦，但 YouTube 咁你sure 無事件咧，咪路。無呢事件咧係掉，真係人來看 YouTube 嘅。because 人買 long content 啊 Malaysia。特別 YouTube 就咪 long content 呢 ？YouTube 咧做 shorts 嘛。
咱古早係是 YouTube 啊，咱拍環翕嘅嘛，咱用 landscape 嘛，所以我去介紹只係是我用我 camera 對了拿就，拿，這邊看豬啦，叫佢介紹啊，你嗰樣嘢就，then after that 講價正正物件嚇，then from there onwards 我就頭嘢掉嘢係個叫做咩 advertisement 嘅係 slot 咯，但係講我翕咗5分鐘嘅，我有攞嚟 slot 嘛，所以我嘢攞嚟 slot instead of 一個 slot 咯。我唔知係咩嚟喎，即係咩物件，我唔知咩 slot。OK，咱看 YouTube 嘅時，一般是要找你 advertisement 出來嘛。So，你 YouTube 咱較長嘅話，嗬，伊就即個 advertisement 拿濟咯。所以你夾俾較濟咯。你講就，所以古早時就是 pattern，你講你是拿。你就濟啊！你當到部 YouTube 就是你 video 就長咧。YouTube averagely 5到8分鐘嘅。OK。So until 把路嗬，我 real 我 cut down to like 1分鐘半咧。你感覺到人家是看咧，對，無人愛看迄個長嘅，無人愛看長嘅，對。即你等我咪聽這個靈芝，你會講得呢？你講得長嘅哦。我是做餅嘅，我唔講我 content 啦，講你人嘅係你 food 嘅嘢啦，但我把你跟這 creators 啊做 food 嘅啦，新加坡本好，台灣本好啊，伊人當keep 長嘅。因為伊人睇講 content，因為啲 content 嗬，either ตัว講 short form 就係啦嚇，咁แล้ว platform 係 post short form 嘅，short form 嘅你會使見就是下嚟60秒係咪哦？但係當今你係看當今你俾電視機本好，電視機 remove 部 YouTube 嘅 button 啊就咁樣，因為嗬 YouTube 是阿倒嘅 Netflix。即係是我真正相信嘅，因為我去 Airbnb 本好啊，嗰時去 hotel 啊，嗰啲有 YouTube 啊，冇人未去 log out 嘅時候，我去看人看咩 content 嘅，佢只要到馬來西亞 Airbnb 嘅時候，伊真正 interesting，我看到一個 profile 是16歲囡仔開嘅，伊人看嘅 content 嗰陣時真長嘅哦，成個嚟 CYY 人看嗰種嘅嗰時嗰種本地網紅，嗰陣是中文節目嘅，係嚟講長人話嘅，係了不福建人嘅係嚟。叫咩名啊？有一間講福建話新加坡嘅，伊人看種 content 嘅多邊咧，所以我感覺到 for 成個人做 podcast 啊 ，podcast 本是真正好，是阿到 YouTube 啊，嗰是Apple TV，個 Spotify，伊人入到 TV 呢嗬，伊人愛嘅 content 是嗰種，你for 成個你多做工啊，你多做綁掉咧你綁掉 background 嘅 accompaniment 伊人叫 accompaniment content，是你會使陪你嘅，陪你嘅，陪人戰，你咪 focus 嘅，做嘅，你 focus 嘅，你咪看掉伊咕咕嘅，種 content 是陪你學嘅咯，真係類係了，古早我本時係相信隔啲 YouTube video，我諗古早 YouTube 是3分鐘4分鐘就了嘛，係了，當佢我 extend 去8分鐘10分鐘。有20分鐘，你記下你嗰啲無相嘅咋？我做1點鐘嘅 content 嘅時候，我記下你是1000人看啦，我係使叫到300幾塊。係了，你做啲1000人看時，我記14塊呢。所以伊是無相嘅係你 criteria，所以你是要 quantity，是看 quality 好。quality 係了 YouTube 當今伊人 AI 嗬，會 filter 講你 content 有 quality 嘅是無 quality 嘅咋？有笑。即係是我人係了，伊人不看講，嗰時錄 video 你用一隻 AI 啊，嗰時用前彩翕啊，伊 editing。VV 娃 AI。冇啦，冇講嘅了，條伊。特別伊用 AI 是，伊用 AI edit 呢，伊是講用 AI create。伊是 generate 伊嘅 content。有當見有一人聽講就係講你綁長嘅 video 到 YouTube 係了，你 AI 你就彈一隻類嘛，所以一你用一種 AI 聲、AI visual 啊嘛，伊人 algorithm 真正聰明嘅，伊人就係，所以伊人無講會去殺你嘅 content 互人看，你會真互人看。所以伊咪 push 人看的面數對，特別 one thing 互人做者，我本身啊嚇，我是攤類是無講，我伊唔是我只大誒 focus 啊。浪在啦，做咗20年冇得開 donation 對，所以我是講到啲 YouTube 我感覺對，我唔知咧，尤其是阿龍，我要聽下伊嘅看法 from 伊嘅 side，人用福建話嚟做 content 嘅嗬，尤其是 any niche any specific 做嘅邊啲福建啊，แล้ว YouTube 都
個用福建話，我唔知安怎誒，唔知是好還是無好，我唔知。因為伊嘅只物件係講伊嘅 translation 啊，還是伊叫咩 auto dub 啊？咩叫啊？auto dub 或者咩？伊嘅 subscribe 伊個 caption 啊，咁了都 already 對邊啲福建都完全冇幫助啊！完全冇。我嘅 content 放出來，到底邊啲福建咧，即係人問我，那是講人把只聽我放 video 嘅時候，我到底馬來西亞嘅時候，我那是做 video 咧，你看到我 video，安怎成個嘅落邊到啲見人冇見講話，特別冇聽到我講話聲嘅，就是講你 auto dub 開啊，你 auto dub 開嘅時候，一直頭伊唔要 translate，所以干那放伊後尾 background 嘅聲咧，所以你干那聽到我嘅聲冇嘅，因為伊背 auto dub 伊嘛，所以幫助咧是較。但冇看考咯 YouTube， 伊會拄啥物物件啦。特別你唔是我嘅 focus 啊，所以我冇去插伊。我是感覺到有 discovery 咯，即係自動見邊啲福建嘅新嘅聽眾，嗰時就 YouTube 會來。頂到是 website 即實嘅時間啦，是去 website 看嘅，聽無肯看。แล้ว過嘢時都是Apple iTunes， 當然 Apple iTunes，I mean Apple Podcast still 是 audio 嚟講，still number one 個，แล้ว Spotify number two。แล้ว特別 YouTube 我唔知是借過 ，I think YouTube 借過 YouTube กับ Spotify 差唔多上 mainly 人聽邊啲福建 still 是到啲 Apple Podcast 去聽。and visual 對邊啲福建唔是講真係重要啦，你錄較濟上好似人綁掉後尾聽嘅嘛。แล้ว你講做當人嘅 content 咧？特別你福建啊，是咪好了？你咪是講你 any relevance 是你到底馬來西亞邊人，所以你談嘅你較就是唔是人有人看，可是你咪是會談下邊嘅內本 platform 會談，特別如果有成個談嘅是成個你 partner 嘅人請你去做 content，可能下邊個談，แล้ว看個談是唔是？OK，先呢款last time 我實做嘅時做 YouTube 啊，可能 focus on YouTube 啊，get the payment from YouTube 嘅時，แล้ว我就講阿摩話 ，because YouTube 嘅 algorithm 啊，實在是阿摩加 strong 嘅嘛。但 somehow 我去拄到正係啲 shop owner 嚟，佢哋話講，我阿摩無好啊，我都唔知你講阿咩本啊，我看隻人就走了，有啲先嚟講。So from there onwards 我就想講阿摩轉啊，換去福建話先生變成福建人字嘛。So 講福建話咧，福建話是 after that 係我都 incorporate 變做 real。Then 我注意到 ，because 咩事咧？正濟人這邊嘅即係 shop owner 嗰啲啦，係你 business owner 啊，開餐館嘅啦，嗰啲話樣suka 看一種 real 啦，suka 看一種 short video，係堅嘅，係 informative 嘅。So from there onwards， 我就注意到，樣係 get paid 啊，樣係咁樣 pay 路啊 on that content 嚟就。OK。So 嚇，但係你 focus on 你看到這邊一人需要，你 customer 需要啦。Yes。Instead of 你 audience 成個 audiences 本。So when 我在 YouTube 我放出來時啦，我感覺到我成日我 playback 啦 ，then 我 engagement 啊 response 啊冇安尼關 ，compare to in real 啦，加 in 即係 Instagram。所以同我講嚟講，到底 YouTube 到馬來西亞冇興，特別我冇聽過，之前咧，你即係你感覺個人知，你 feel 到，你感覺到啦，即係本質唔是講你是 YouTube 線啊，什麼，特別你感覺到那是到底。到底馬來西亞content creator 當今到底 Facebook 做嗰隻興嘅，因特別開始想看拍水另外一個 platform for 伊 longevity 是 YouTube 啊。本別使你講啦，我是講嘅是你做 content 嘅時，你睇下 platform 本嚟 explore，係了，不係再講阿島人安怎去 consume 之類物件。我是也相信講假人做之類物件哦，我是跳去做無相物件，人跳去顧嘅。so 不係再講伊 Google 加 YouTube 加百里 platform 像個 Facebook 啊，伊人嘅 audience 加是伊人嘅 subscribers 安怎變啊？像個我在大馬來西亞加新加坡啊 ，Facebook 嘅user 伊 drop 真濟，根本是無新嘅 user 入來。I see。我在 Facebook 伊 growth 對，แล้ว Facebook 到 Philippines 加 India，佢哋users 大變嘅咯。咁咪 start 講另外話。
大個咯，唔知啦。人所以嘛，成日你大邊啲拍廣告，成日你四百九四百好了， 490啦，但四百好了，400好了做 content， 490啦，嗰是另外一個嚇。400好了做 content， 我是 maybe 加 towards 加鬧一排啦。我 target audience 是較有回聲，then at the same time 較 localize，所以成日我去萬山啊，你 auntie 人個係真話嘅就，誒今日冇 happy 啊，你我唔知，then 我去cafe 你講啊，應該是少年嘅無人白話。哦。That's why Facebook 嘅 audience 是較有回聲，我咁樣。較有回聲，but spending power 本是大，佢哋較有回聲嘅嘛，所以樣有咧成個 those owner 啊，係咧 shop owners 啊，樣會 target 呢種 audience 啊，較有回聲嗬，啊樣會 engage 我咯。我嗰陣時多邊啊，我嗰陣時係你後生真正夠開累。哦。較老嘅較40歲，我唔會食嘅啦，咪。I think because of 人嘅target無相 subject 無相，因為 food 嘅物件嗬，老人嘅開。可能本來調本來。啊。即係物件我嗰陣時ตัวcontent creators 嘅 environment 有物件就是講你做 content 做嘢我未使一人做嘅，你哋 constantly 跟人 collaborate。哦，特別跟人合作。因為你係隨講你調係跨路嘅 content 人，梗係幫跨嚟 grow。對，你因為你再講嘅是你屬嘅一個成個講阿 John 講邊啲福建啦，你是講福建話嘛？嚇可能你加另外一個可能在新加坡唱福建歌人，所以 audience 加一條聽你嘅 content，所以你會使計 collaborate，安尼講咯。所以你隨下種跨路 audience 做得落。喂，阿龍，你是位 producer 嘛？我是 producer 呢，我哋冇就叫 produce 物件，我是叫吹人呢。對啦 ，I mean， 特別你是咪是 producer 咪是 content 嘅 producer 咯？我是 marketing 啦。你特別有 ，I mean 唔是 marketing 又你吹 guest 起來嘛？所以你感覺到人，但是講我俾邊個學咁俾 collaborate 啦？絕對是有可能 collaborate 到 ，because 這隻人是冇愛採訪嘅。唔係睇啦嘅，真係。唔是 approach 就approach 就嚇，人咪 collaborate 㗎嘛？喂見你每句話啊，即係古靈精哪裡人嚇？晶晶啊，晶晶。你咪講人嚟咩？誒，我是晶晶啊。我意思是講你係隨晶晶 collaborate 嘛？就是講，你會隨人，本是咪看人愛 collaborate 埋，特別有可能。如果話夾唔到人講嘅物件，唔知啦。我意思是講，我明白有嘅。That's why 我成日講古靈精，本時有甲我講隨人成日講合作 collaborate，特別呢無簡單。because 尤其是迄個較硬嘅人嗬。就唔是為了解點聲到底你會辛苦，都你吹上 level 啦。特別上 level 嘅有陣時嗬，你個買咯，你大粒人咯，還是？唔是意思是講，你做來做去上 ，because 你嘅 maybe 你 audience 本差唔多是安尼款爾嘅，所以伊無咩幫助到咯。特別咱當特別問題是，咱人嘅 channel 都係問題，咱人要求嘅，咱要求嘅物件唔是迄一種嘅名聲咯，就咱要求唔是講假一人，咱要求是咩？because 假一人屬家人嘅啊，是樣真屬家福建，唔是，因唔知人是做主嘅咋，所以 actually 有真一人是唔知人是做主嘅咋，所以人有人 support 冇人 support 都好，一個是 question mark 過嚟咋。一個是一個 question mark 嚟。哦，對，人知唔唔知？聽唔係聽過邊啲福建？聽冇聽過嘅啫。係咯，咱會隨住你 content creator 會講白 collaborate，主要唔是人哋講，咱人會硬嘅就變咗，咱是會讓一人知人是最主要嘅啫，咱是會 brand awareness 嘅。because 對 quality 嚟講啊，咱 actually 是真高嘅 quality 嚟。咱人嘅 content 嗰時有下咩物件嚟喎，冇像個樣有啲上白咧講笑嘅呀，幾秒你聊數據就傻咧呀，未記起了呀。特別有人 ，maybe 有人看人，我是講夾手夾片嘅，冇感覺到有鹹咧。特別 actually，所以咱是另外一種嘅，我就講啊
sanity 嚟，就是講有啲人是伊無只講，because 我講你看 short content 係即係有線嘅咋，MD 啊，你哭掉啦，你 addicted 咧，你直接手指手話，你別記點聲嘢咋，特別無人會為了人嘅 channel 別記點聲係嘛，因為有陣時就坐掉就 relax 點聲，用放掉嚟看，放掉嚟聽，做出來點聲，做工嘅點聲，放掉嚟聽，唔是只只 ，because 你看 Instagram 話。你特別看嘅啫，你冇看嘅話，你冇意思嘅咋。你特別看了 skip，你特別真正 concentrate 嘅，你就係了你立嘅 actually。嗰呢個最尾講每樣就是啷做人啊，做人人，啷會成日感覺到，啊點解你看到 view 娃娃啦？因為我一直到最後面講我，你估嘅就冇可能。唔係猜路啊！做咩？現在啲做法係咪嘅？有啲 edit。我啲看了，係好。有，你諗 today event 嘅之類。冇，我咪啷做，啷係感覺到成啊，一線啊，真無力啊，做個半時啊，冇人看呢。哇！哦，所以慢慢做咯。冇啦，I think it depends on 你嘅興趣啦，你 interest 啊。If let's say 即係是你 interest 嘅話，嗬，你even 都講你冇改變啊，你本會 continue。變得好勁啊！即係而家100%變得好勁。對。So but if let's say 你冇 interest 嘅話，你是為了累去做嘅話啦，做未固定嘅，未固定嘅，固定嘅對。阿龍係中嚇，對，中嘅佢。冇應做啦，做人。做人差，又我咪講啊，就是做咩事派做咧？古靈之講啊。你做這個物件了，做這個。episode 了你介紹個阿豆安怎，係啲 numbers 啊，係啲 algorithm 啊，啲堆啊，嗬，這邊就做唔了，下邊佢都會 pass 你做下面物件，有這邊做好，佢會拔刀，佢做更加好。係了，你就愛真正講 humble 接落來看，無你 humble 你接落來你看你古早物件安怎啊？哦，看，還有佢好下面安怎進步。係了，你愛講，你唔係講，就愛去看，假如做上物件嘅人，你愛去看，假如做無上人物件嘅人啊，你學講 storytelling 是無講一種嘅。像個你 for example 啦，你愛講 maybe 你有驚啊，你翕影一 video， 你驚 video， 你講我放一 video 互我驚，係了你仲放 background music， 係了你可能你去訪問你嘅阿媽啊、阿公啊，講你孫安怎啊。Tapi sila si bo sustainable 嘛，真正係講嘛。Tapi 有一項個個應做 storytelling 嘅嗬，就是你翕無相嘅 video 嗬，係啦，你放白白啦嗬，你寫地配互你驚，你讀你配，啊到你驚大寫使看，所以有一個 value 大邊。所以伊做講一個故事，有一個辦法去講嘅，就係唱一個歌，有一個辦法去唱啊咯。所以我感覺對有一個 content creators，成個我人 share experience 嘅時候，伊人是想講。有一種嘅方式，人就其他種方式，伊人無想講有別個無相嘅方式去 present，所以我感覺就是一個 miss opportunity 啦。And 伊是真正 tiring，我家己也知，大部分講係放棄嚇，買啊！你超過見到邊啲學嘅你 coaster 啊！我覺得阿龍做阿龍 stress release， 阿龍做。嗱，老是哦，所以我baru start 時嘛是這樣坎坷嘛，我寫幾十幾個批，有時無人 reply 我有時一人 reply 我 ghost 我你看呢，伊攏唔睬，是安尼看呢，特別你對愛面配教，互人罵哦，了互人講你未歹勢哦。我話實我無咧 ，that's why 邊啲學嘅無 sponsor 嚇，啊邊唔是講。我 sponsor，I think 我無咧心啊，頂我未講成個直接俾去吹人，因為我 focus 咗，因為即係 content creator 是 solopreneur 嘛，對，你自己一人，個就 create content，個就去 promote 你個 market，你自己個就去做咧，我是完全是自家做 content 嘅。我做人啊，唱又冇人看，差唔多死命看我做只老早，逐禮拜看講話，我就真笑誒。所以我是唔是為咗伊賺類，所以我會嚟反做。特別我做我自己，我就真歡喜，我免講賺類就 of course 本好啦。特別係你唔是我係 main focus，係你只嘅
頭一條就是我自家做嘅 content，第二條係 subject 我自家用學嘅話講話，第三條咱個通 promote 咱個技能嘅，即係安尼款嘅 combination 我嘅做嘅20年。但係你 satisfaction 是安咩咧？satisfaction 就是我通個人留咗，了通 promote 我對我自己定到是20年前，我是感覺到 ，Oh my God， 這 language 就被死人可能，了。無人講咧，我感覺就講，那是講因為你冇 exposure 咋 ，even though exposure 但係你去晚餐都係聽聽到時啦，聽人講福建話，特別我 start 做嘅時，我聽到一人講，哎呦我當見我特別想到我特別甲我驚講福建話了，感覺到成個所喊咧就是我嘅 satisfaction 咯，就是聽到 connect with 個了愛講福建話人，特別我知伊個 market 是。真正是，因為這一以後講福建話人，冇愛插，愛起來個人拍殼用福建話講，所以你若是講伊個 subject 真正快，講 finance 啊，什麼啊，你外啲伊個 slide 就真大地啊就，了你要看看 personality 屬格這人還是不屬格這人，了伊個擺 size 拿來拿去，還是係咪 specific category of finance，then 變嚟福建，你就後邊 start 呢，就胡玩一粒呢。像 niche 啊，真正 niche，細地啊。所以人我特別我是感覺到，我做咩事我 continue 做，就是頭先我 enjoy 第二條個人聽嘛，但是講變咗學嘅錄音咪好，但禮拜啊，但季節啊冇人嚟參加呢，我就咪做咯。佢幾隻人我咪去超過嘅好，特別嗰另外一個學我 continue 愛做嘅就是我感覺到，嗰真正一人唔知吧變咗學嘅個。尤其是 YouTube 合併嘅世界，真係人看到 YouTube 嘅嗬，是頭一擺聽到邊個學嘅呢？因為都能 exist 10年啊。對啊，人是 search 片咧加學嘅呢 normally。對，所以 actually 咱人都未搞清楚是，咱人係屬教學嘅外人接嚟嘅是，咱蝦米人本嚟，我係 point 是蝦米人本應該係嘅。所以特別唔是會使嗌，唔是嗌埋，我是講，因未曉聽嘅人，你 already 就 filter out 這人嘅咋。對，我明白。特別即係冇法度嘛，即係冇法度嘛。全世界嘅咧話本上嚟講，嘛，你 Korean 嘅 product，actually Korean 嘅 YouTube actually Korean 是啱貴得滯無神國家嘅就，所以當馬來西亞冇人愛看 YouTube，特別 Korean 人是看 YouTube 嘅就，所以 Korean 有真係 high quality 嘅 YouTubers 啊，因為係近年人係即係國家裏邊啲人計看嘅，唔係就冇我一隻隻。或者就少年，特別我是希望講，人brand awareness 做得較好是通過無相關嘅 topic，所以我就看到講老嘢講老嘅嚇，經驗隨你人嚟講主家就興趣啦，我是更希望隨咧，較靈媒嘅，較靈媒嘅 serious 嘅 topic 嘅嚇，較 serious 嘅話題，樂觀啊，還是係咪人講係 usually 係嚇係你話題，因為咱邊咧學見 already 有一個 stereotype 啊，人講福建話，佢就是講臭話，了笑自賣 case in point 我是感覺到，我真係攞就冇時間到時間啦，福建話時間嚟做笑呢。未講正式嘅話題，就是未講華語講嘅，講笑嘅時講笑時用福建話講。其實咱會使，咱成正要緊嘅物件，咱家己出來人講福建話人，咱們是未用只要緊嘅物件，就是講大家都講你咪講，阿媽，現在我們開始講華語，因為我要跟你講的東西很重要。我嘛，個有一個John，你做個真正好料啦，因為我做唔到就是。你有忠實 followers 嗬，對你20年對。所以一個嗬，甲學一個做錢嘅人嚟講，嗬，這是第一代。對。唔是累啊，唔是累，特別 support， 特別。唔，因為嗬 support，唔係講累啦 ，support eventually。本是 convert 到累嚇。But then 我是講對你20年嘅人，你看我頭先唔 Google 呢。平頂บรรลุ 2.8 million people แล้วสุยเสวุ้นมาแต่พี่2.8 people ที่รู้มาสิจะเจ๋อตรงเดียว so that mean 就是講รู้ achieve รู้ไอ้สังหลังใจรู้ไอ้ channel maybe บวก講กันแล้วก็ so รู้ก็เลยจะตัวผู้ capture 2.8 million 對，我是感覺到點解我10年時傾就係我有笑過，我講我唔再是 saturated 啊背啦，我想講做10年，我想講已經
到邊啲人愛聽你嘅人已經有聽了。我是想講特別，我做 start YouTube 起後，我有看到新嘅人，但是我想到講maybe 有個隻新嘅，未 tap in 嘅人個邊啲嘅人，唔是講少年嘅 ，even though 成個較邊啲福建嘅聽眾較濟是啊個30幾歲起嘅人，少年冇特別較濟是 majority，I think 有about 50-60% 是30幾歲起嘅人。個我感覺對嘢是你會 followers lawyer 啦，嗰隻是大外波，嗰隻對 ，because 因 resonate 嘛。我家己本身我家己本身是因為我少年 Malaysia 上邊嚟上福建話，所以我嚟聽下。對。所以你就是20年嘅 supporter 咯。有種嘢啊，有 certificate 嘅話。你而家有你 certificate 啦。邊啲學嘅啷知啊啦？個咧將是負擔女嘅，豆哥咪是20年。我嘛是20年。就是有獎。就是特別你有獎啊！誒，如果有我記我，你記係你獎啊，學你做 recording 嘅咧，如果有。第一單。我唔使幫我算咗。嚇，就是你可能買學你嘅渣仔。阿咗我冇誒，阿咗我冇誒，我咪是20年。咦，我係20年咩 ？Hello。我20年嘛。我家頭嘅上一期嘅嘛。冇，其實咧是冇阿張嘅 recording 嘅名嘅時候，嗰陣時我是頭一個會變成架 KL 嘅啲嘅貴機冇。嚇你講咩？伊會變成架 KL 嘅 ticket。我意思頭一個到啲卡林波嚟。伊唔是估甲野掉嘅啦。嚇？伊唔是因為估甲野掉迄個獎嘅，伊是因為伊頭一個買嘅 ticket 嘅。嚇，唔是我講伊嘅。嗰第二單有時候嘅 recording 啦嚇，我冇睇做時那位 S 嘅定話咯。是，我冇聽咪講咩？咩 S 嘅定？我冇俾講咩嘢啫。我講嘅咪激話啦！我唔知你講咩嘢就就，我唔是俾激你。咪激話啦！你講我嗰陣。我講一擺，嘅物件咧，你嘅 recording 咧，未必那位 S 嘅定。S 嘅定係咩？到底 X 係餅。哦。OK。我們聽叫 ice skating 先。ice skating 嘅咋？叫 ice cream。餅。ice skating。actually 我冇鬥嘅，變咗學人就boring OK。到 ice skating 嘅話，講 ice skating， 但你是。係咪只隻物件是到底伊合併？你 lock 你只隻邊啲學人少啲物件就啲你 X 合併 ，sorry， 我就唔係個激話啦。OK。大家就好嚇。咁緊啊！會使每我人講，我人不如我人是看嘅人嘛，咁。嚇，你 perspective。會使每我人看嘅人看下面先咯，不如看 YouTube 下面。會使掉來 research。我是，你譬如我是無必須甲看 short reel 嘅嚇。我無時間看迄種10秒啥 TikTok 嘅 short reel 啦，有本看一下，本是先互人做笑，因為對我來講，不如short reel 甲了迄個10 second 時裝嘅，甲了是好笑嘅物件咯，甲了做笑爾喎，是我看到對正經嘅啦，我看到對有 informative 反駁嘅啦，我會看到對 YouTube， 我 still 會看 YouTube， 特別 YouTube 不如我看嘅物件咧是。唔是食哦，我無看食嘅咧，我無咪是講看食嘅，我會看是旅行咯，像去大陸，我去大陸旅行，我嚟去看迄個國家，我去 research 咁，我去看迄旅行，去看特別我本會經咯，因為最近我有看。我看快久本啦，couple 嘅伊人去大陸旅行啦，了特別樣愛看樣嘅 style 啦，你是樣旅行嘅 style 是啱我，就是伊人無講去看邊 sightseeing 咋濟，樣是去逛找食物件，cafe chill 較 chill 嘅 ，OK 我就看伊嘅咯，了佫有巴魯較濟，巴魯佫有一項件，啥事件就是中國人來馬來西亞住，了樣看見啦。你只見啊咯，做樣啲馬來西亞食話，
我就是講咩70後，係咪70什麼生活慢生活我講。對，你咪是70後咯，我70後嚇，頂到我成個70後是70歲嗰陣，我講呢啲少年呢，原來是1970幾年是叫做70後 ，OK。冇 sometimes 我較無個看，安尼看嘅 content 呢是 because 伊成個上龜頭婆啊，你明白？龜頭婆咧，哇！馬來西亞都看長人啊，馬來西亞長人啊，哇！你知有一人保存那些什麼傳統啦，你講真係你意思呢？講真係你意思。我講無數個，唔是你講有同個人嚟，which is fine because 有個類嚟本嚟嘛，有幫助到經濟。但人講嚟講去啊，人嘅 focus 係是上嘅，就人是為咗伊嘅囝嚟整讀冊了，係了咧嗬，伊講唔得啫。你我聽咧，我真正無數個嘅物件是係咪就？人講嗬，人整華人嘅生活就是係會我講嘅咯，保存個自然就講，人嘅 focus 永遠是 I am still 中國嚟嘅人就，伊唔是為咗只好嘅時候話就，人是愛嚟啦，人愛做到對中國人嘅就。因為隨住你做就可以做中國人嘅就，我冇個一點咯，一冇只就係基，嗰啲細。特別即係講一婆，即係物件是。特別即係物件唔係一樣嘅 reality 啊嘛，一定冇。即係調，你講調本就美國人本時愛講我嚟一個做就係我係做到啲就 comfortable 嘅 perspective 嘛 ，from 嘅 life 嘛。伊人 sometimes 講咁樣就，特別你冇 enjoy 嘅 content 啊，that means 我冇 enjoy content。伊人會真正 proud 啦 ，because 好你看啊，哇，馬來西亞的華人啊，好保存那個傳統啊，你看我們中國人啊，應該要自豪啦，咪鬼，哎呀，個誇，做咩事你冇時間，可能 you feel 到意思啊，冇乜閒嘛，你特陣唔是講一個是。I mean 是唔係客都看講我冇講係 perspective 就我冇講就是佢哋佢自己 ownership 嘅 perspective 就，就係人嘅 credit 嘅。有一隻物件是let's say 講，嗱我自己嘅物件嚟嘛，特別一隻嚟講一個啊，就是那是無忘嘅話咯，嗬。係你話明白，係你話明白講，哇，即是特別你成日講 addressing 樣講OK，我覺得樣即。馬來西亞個拜鐵講嘅話，佢伊就 interesting 伊啲傳統係咪物件？係你話是 OK 嘛咁解啦。特別本質是因為講嘅成個時間己人嘅做工傳落嚟物件嚟流傳嘅國國。特別老師講嚟講唔對咩？對本嘛？唔是，咱冇講一錯，這裡等陣。嚟，3分鐘講。OK，關於這類物件嗬，我這邊有真係中國朋友我嚟講過，特別我有甲人講過，我講我人無想，因為真正知道咧嗬，我甲人講是我是馬來西亞嘅華人，一人就講家己人，然後佢就講真正我真袂爽對這一點，你安怎會洗掉我嘅 identity 去？嚟，我唔是家己人啊！我甲你唔是家己人，我講我人無想，我講你人是文革好嘅中國人，共產黨。你文革好係我人，我呢個是cultural revolution。OK。呀，我講人文革家己知人，家己做蝦米啦嚇，所以我人是唔知蝦米 dynasty 度落來了嘅，我人嘅 heritage 嘅了是有保存落來，這是人。然後我講我嗰是爸爸孬呢。我每攏知是蝦米哦，我每一人啦嚇，然後人點，我講爸爸孬呢是甲人無關係物件嚟，然後講咪安尼講我人是家己人想，就是講，因為 France 人走去 Quebec 去甲人講，伊是樣忘記咗往話過來，亂是我人。actually 但係我佢點啊？樣就無數間嘅款嚟咗，樣聽啦，樣就講故講，往嘅做工嘅物件，只有可能死嘅咯，而家變咗往是法國人而咗，對，無數間，所以有時有家人講過咯，我講冇想咯。特別我先會想我唔是講陳達，特別唔是講嘢唔對咗，唔是講嘢唔對本嚟。
即是樣 perspective 是安款看啦，because 樣安尼中國安尼樣嘅中國嗰陣時 everything 嘅好 universe 中國知哦，所以即係美國人嘅 universe 美國人，反正唔捌看過世界，你知哦。冇，但係你特別愛解一人解，educate 人啊，因為我那個人講唔是解人上名，佢就我是真正 stand on 我人 Malaysia 嘅人嘅 identity。因為如果安尼解人同意去了嗬，你就是變一人嘅人了，一人就是冇國際觀人 Malaysia 嘅身份了嘅，就是可以人死意咯。So 愛講嘅就是大媽阿 John 家學點冇講到這裡物件，就是講伊人來到 Malaysia 嗬，伊人個未 adapt 接待。Actually 我人當人 Malaysia 當人本真正濟安尼款，我喺 Paris 我捌到一 group 嘅 JB 人嗬，伊人係真係 proud 甲你講，我未曉還啊。我哋見啫咧，我哋講。伊人甲我講過，我未曉還啊。我知 ，actually 我未曉抄。我袂曉唱那個歌，特別我會曉唱馬祖拉新加坡啦。啊對，伊迄個是重新，伊是看新加坡對新加坡人。了過後有一日嘅時，我一個朋友嘛，了那個走我哋咧人。我係 content creator， 我做一年也未講過，肯定講得對。我哋聊啊，點話怎樣？我其實講白魯嘅 content 愛做 content creator， 亂愛做 content creator， 嗰時愛做對下面嘛。愛做 content 特別講 hot topic， 就是特別講白魯下面嘅互人看魯嘅件。我無管你後尾人無意思啦，下面嘅咧我無管。白魯我是看 YouTube 嘅人嚟嘅。你明我看 YouTube， 我暑假我咪看咯，看到 short 我就看了。我 follow 下面我 follow 嘛，我 subscribe 下面 subscribe 嘛。So 我講條是我暑假看下面嘅 content 啊。你 because 你 content 你謝嘛，所以你咪咪學你經，特別咱是講咱無時間，唔是講咱見嘅，咱無時間是講唔是學錄嘅 content，錄後邊無客錄看嘅 content。我就有人嘅人做人講嘅無咁，我本無啱聽嘅。Sorry，等陣我會 switch 對，你會記掉哈啊300%，特別我會講你會記掉，你會講乜物件，唔是你 content creator 另外一個，你我會知就是我會講就是，你人感覺到，若是講你是一個做人人，你為咗你賺錢嘛，你是用下你是賺錢嘛。如果做互人看，人要看物件，是算做會使有呢？就係講 sell out 啦。特別係你家己，特別無論若是講是做你 content 是賺錢嘅呢，你特別是愛做互人看嘛。特別 I think 這邊特別我唔知你做會久哦，你成日家己做啊，成日。真係是風險，你叫我suddenly去做，我無時間物件啦，我唔知咩物件啦，我無時間。我是做未久嘅咯。不是基本。啊，即是成日做嘅看咯。特別你愛看咯，有嘅人，但係我甲你講，係咪處理好咪如我無愛接係咧，係咪 content 啊，成日講 restaurant 啊、cafe 啊，嚟每揾個了 reject 個了，是 because 我就是。Because last time 是寫 review 嘅時啊，嗬，就是上濟過頭咧，我 feel 到講成日講可能 control 掉咁就，成日講 OK， 譬如講愛 comment 隻物件啦，嗬，未 comment 咧 ，because 伊會叫你假，你就成日講我有釣過嘅，就是講哦，你是大頭家嚟啦，แล้ว伊要求講下嗬，未使寫安尼款啊，特別寫安尼，哇，迄個我未，so that's why 咪รู้嗬。你係寫出 document 嘅就，我唔就講馬來西亞人都做啦 ，because 我做 marketing 嘅嘛，往 Korea 學，用 YouTube 嘅啦，有家己嘅guideline 嘅就，啊，你先看下你 document 先，要教你講佢講，我家就做1分鐘到18分鐘裏邊啲嘅，係啦，你學我新化學你是，你使 get 到，你是揀攞到，我學你揀攞到。係咯，裏邊啲講真，裏邊啲學，我哋都有30%是家己嘅 opinion 嘅，一直都講就病嘅，你應該做這樣。哦，it depends 我感覺到是啊 ，it depends 看人拄到安怎款嘅客客。Say for instance 啊，迄種甲MNC 嘅 customer 啦，MNC 係咩
multinational company 啊，multinational corporate 啦，成個大間嘅啦。Usually 伊係你 script 性嘅，伊係看你講係咪寫，so 伊叫你改好寫啊，你個對了講，然後你個 publish 出來咯。就是我主要講嘅成個較 control 咯，แล้ว有嘅人伊未接受嘅喎，就講你學 fair opinion 啊，伊未接受嘅。冇，你這是講你是做只嘅 content 係什麼名啊？做只係講做只係。做只 OK， 我其實我有看到一個 TikTok 啦嚇，伊有講來講吼，我感覺學到是 honest review， 你袂使 control 我嘅content， 我食了，我感覺就 OK， 我學到 honest review 爾，所以你會接受我嘅terms and condition。你甲做成年啊！你教我做到冇，我就你是講馬來西亞本之類啊，嚟你袂使上 honest 就心底嘛，你上 honest 嘅話啦，你去喺你店嘅人看到你攞，誒，間來哦，誒，間冚店咪可以入來啊！我就是甲你講檳榔有安尼款嘅，你成日講香港安尼款 OK，特別香港嘅會 accept，特別吼，你到馬來西亞坎坷，較坎坷淡薄，尤其是檳榔。檳榔啊，嗬，你上 honest 過頭咧，嗬，你就知啊咯，你都係佢哋頭家嘅咧，冇㗎咯。我唔知啦，你會使講 in 你 honest opinion，but in a 婉轉嘅 way 啦，就是講你買小啲，你 maybe 啊鹹嘅話，你咪講咯，哇，伊個口味會較重，in 婉轉嘅 way 啦，查某無水嘅話。查某無水嘅話，你講有較素，你咪講伊無水。但係我學考我係安尼款，但係我無愛學人 control 咯。所以你老成個玩嘅款，你咪你愛講你就講下面。你愛講伊有經驗嚇，伊間人老我有經驗，伊唔是老。我不在乎這個。我想好似你古靈精而家 never too small， 咪講，伊冇講只大鏡。對，伊冇講只大鏡。我意思是講吼，我對我咪รู้嚟講啦，我 already 冇安尼款嘅成日講，我愛用這個物件來賺類咯 ，because 按專門是我價錢較應賺貴之類啦。然後所以我若是講我做 full time 嚟講就。無相咯，就是，我就是講，所以我咪攞是做 part time 咯，就是講，若是我 full time 嚟講，我若是講特別，我唔知會人哋，我感覺對 full time 嚟講吼，我係只逼切嘅呢，你叫我做那款嚟講吼，我係 rasa 正啊，比如話我那款，我係想 rasa 正激，喂。極條誒，你要叫我做係咪？我特別寫極㗎，你講OK 啊，哇！我出到物件一記卡出啊，無好食，你只係背入面，哇！我死我未講，我自己講我自己拗入面。冇一個條件喎。actually 講老實啦 ，content create 啦是一回事你知道？如果會大喊嘅都是人 comment 啊。對，你冇講人 comment 啊，我就講是哎呦！我唔知有故意告訴我，但係我第二出 OK， 等陣笑條成啊，錄笑條成啊，到我等陣半正嘅，人同佢講嘅就係 content 嘛，然後 content creation 我哋做一剪話一剪啲咩，我哋做，所以我聽到佢笑大聲，下禮拜兩個都都嚟笑聽做剪第二集 ，OK， 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拜。頂一禮拜若是無看 episode 到這邊為定，這邊邊啊，看定聽我第一集正義撲機，錄音嘅時梗係同啲咯，禮拜梗係再見看第二出做剪。